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台电发生公安意外。昨下晡4点外，在台中龙井由恒南路向停电，台电派人去抢修，要送电的时，变压器哪像是烧拍电出火星，内底油全喷出来。地属一个40多岁工程人员，规身躯有5拍2度烧烫伤，加在人是无性命危险。台电工程人员当咧修变压器，想袂到发生意外。 爆炸有够大声，电火条下骹拢是油钻出来的粒。消防人员赶去现场，甲一个受伤的工程人员送去病院。因为钻出来油温度真悬，致使伊规身躯有5%的烧烫伤。那目前生命状况稳定。那主要受伤的部位是在脸部跟颈部，那面积大概占体表面积5%，以2度灼伤为主。 6月17日下晡4点外，台电人员接到通报，台中龙井由湾南路一条巷仔，唔知影什么原因来失电，派人检修。人员到现场检修，要试送电，确认设备敢有各样。所伫咧第2摆试送电的时，敢若是变压器烧拍电来爆炸，致使内底的油钻出来，下骹的人员未负险发生意外。袂输迄啥，烟火放去做大声，砰一声做大声嘞。 就想讲保险丝歹去嘛，搁送去就好啊。但是共款无偌久呢，这无几秒钟嘛，搁变去啊。没有盖什么有盖好，有盖好。它是应该是瞬间，就是送电的时候，因为有瞬间短路嘛，可能油温有升高啊。我们要强调是说，第一次同仁有确实讲，如果说油温高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去贸然做这个动作。 台电表示，人员的检修拢有做保护，嘛有遵照标准流程来进行。敢若是变压器故障才会发生意外。除了会依照团保内容理赔，嘛已经甲设备拆回去检查，确认事故的原因。记者台中报道。